紧接着呢，我要为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介绍一位，这一位呢，她是号称世界超级第一美女，比试无双的白冰冰小姐。白冰冰小姐，我们现在先请她到台上来。哎呦，这个爱水唔惊寒哦。谢谢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哎呀，美不美呀？大家看一看。美啊！我被气死那样的。哎呦，因为以前我的眼哎呀！你看看白冰冰一来，造成我们现场一阵轰动啊！实在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小控制一下哦。无法度，咱人伤水就是安尼啦。安尼水甲安尼做会顺的。因为以前哦，拢演戏啊，唔捌唱歌啊，自从唱安尼一块唱袂煞，搁一首请你着保重，敢若两块歌尔安尼无大无一，一直红起来安尼啦。哎呦，想要控制哦，无红搁无法度呢。哎呦，咱人就较红，毋知会较水。我踮后台照镜拢有感觉安尼，五官愈看愈娇温啊。我即马吼，起来炸一块来啊！炸这块是吼，即马诶电视剧的一个片尾歌，歌名叫做《感情到这为止》。小妹妹的鲜花，感情到此为止。自从甲你熟悉迄日起，心内对你早就有准备。你对我关心无所不至，阮恐惊袂当控制你甜，所以不敢相信。为着我，也为着你，请你莫生气。为着要防止不幸的开始，希望咱的感情到这为